歡迎光臨炮台山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月台及客務中心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月台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往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右邊為往柴灣方向之月台，左邊為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前方為往柴灣方向之月台，後方為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